四邊記31、24節，按樣人講到，滅強甲滅本也個心，攏眾人希望在上帝裡面，咪意思呢？盼望在上帝裡面人，上帝交代呢心病強病本來，在佢個內中，有人按31-6節按樣講到，呢個心病本病強，莫驚。莫准對於攏眾一節，有時間你也過了不能幫，也莫驚莫准，時間來到不老轉運偏殺，時間也莫驚莫准，也心病本來，但係呢，因為佢講上帝甲你同在，上帝牽帶你，上帝唔係講冇在時間，上帝冇病喺時間，意思係講上帝甲佢同在，從阿你不老轉下邊嘅殺安全天天來，一個福音交代。佢唔是離開過攏眾一家，所以是個心病強病本來，莫驚莫准。嗱，世界病本病心啊，心中病強嘅啊，不老你馬頭你一個要係用，也莫驚莫准，因為個個福音講，佢個個同在，唔是病嘅時間，唔是冇在時間，意思係講，佢要牽帶要照顧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Hả?